歐文龍喺庭上又指，凡係公開招標工程造價超過600萬，或者直接批給造價超過300萬嘅工程，佢都冇權一個人審批，要經佢簽訂同意建議書之後，再由上級決定。黃彩晶報道。起訴書入面又提到啦，歐文龍透過多項大型工程招標，干預有關部門嘅審批工作，並協議如果達到有關目的，歐文龍就可以分到一定嘅利益。歐文龍否認有做過任何嘅干預，佢話一切都係按正常嘅程序辦事，何況按規定所有超過600萬嘅公開招標工程，佢都冇權自行審批，需要經佢嘅上級作最後決定。辯方律師施展鵬即刻問：以上涉及受賄嘅工程都係超過600萬㗎，咁係咪即係代表全部都唔係由佢一個人作決定？歐文龍點頭話係。另外，起訴書又提到歐文龍曾經收取多項賄款，佢否認。但係喺佢嘅友好手冊入面，就有一項寫住 CSR 737，旁邊有一個一剔。法官話喺佢嘅父親其中一個戶口入面，的確有730幾萬嘅存款記錄。歐文龍對一切有關佢爸爸同埋有關戶口嘅情況都暫時唔作回答。至於點解某承批公司喺出現多宗工業意外之後仍被重用，歐文龍話喺06年中之前，評標嘅標準係唔會根據投標者過往嘅記錄而評分㗎，咁所以同中唔中到標冇關係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黃彩晶報道。